会无去呢？水是安怎无去呢？袂用，我袂用顾要啉水，我会起来去找千里灵芝。千里灵芝，千里灵芝，千里灵芝。 千里灵芝，千里灵芝，千里灵芝。在下李东兵，叫千里灵芝，你免讲啊，你免讲我嘛知。你要用我做药对不？是。我也是千年修行，你忍心抬我？我天庭的众仙助你，叮咚仙主嘛助你，我上面来帮助我呢。你安怎呢？啊，心就是苦。爸，我吸收伫我的精华，今仔日我就归还予天地吧。多谢千里灵芝。李东斌，虽然我答应你，不过你要用全身的功力给我，安尼较好。东兵为了解救，就是在去4村村民。 甘愿牺牲全身的功力，救千年灵芝成全。好，咱开始吧。是，多谢千年灵芝成全。多谢千里灵芝成全，李东兵一定袂辜负你一片的信心。袂用，假使我将千里灵芝规张抹走，伊毋是就袂当活落去。我应该爱将伊留踮遮，继续吸收了日月精华，继续活落去。 多谢千里灵芝，李东兵告退。我李东兵讲过，我一定会将真正的千里灵芝找到回来。为这位先长救咱的命，咱大家今日说多谢者，多谢先长救命之恩。不敢不敢，各位请起，请起啊！顶摆是我李东兵错将千年的毒菇当作是千年的灵芝来甲恁医治，害各位加受着真济的痛苦，东兵心内十分的不安，怎敢受恁如此的大礼呢？
县长，你何必这客气？这拢嘛是你的功劳，咱若无阮当就讲我伫遮，是无？是啊，真的。各位，我李东兵何地何人，怎甲受各位如此的器重，将不醉村改名为东平村呢？县长啊，你会台阮大地，阮不醉村啊，阮东明村的村民永远记在心内。是啊，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，本正就是修道人应该爱做的代志。东兵受到各位如此的厚爱，心内已经是10分的感激。无咯，老阮一定要甲你说多谢啦，谢谢县长。不敢不敢，各位请起，请起。只要东兵修成正果，一定会倒转来看你。多谢。多谢县长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县长万行，先进文件。中山县长。各位姊妹，大家好。公主，你是有找到解药去互阮啊？我嘛袂我问你。你拢莫着急，大家拢有份。这是千年灵芝药，恁赶紧摕去互村内所有的人食，恁的病就尽快恢复。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哎，兄弟，来，第三，来，给，我来。各位同亲，你明年搁再安尼落去，下天上还不会。这不你得，你先啦。好啦，这啦。小公主，你哪会安尼？紧将灵芝药行吗？小公主。李同斌，你有办法去找到，我实在真佩服你哈。迄天你食到太白金星的解毒金沙，所以才来恢复武功。也毋过，人我惊你食到这1000年的灵芝药，对我的武功有帮助真大。老公主，咱两个受冤，甲这村民无关。你等我甲这村民解救了后，咱两个再来一决生死。你想讲要拖延时间，通我讨救兵对无？你若有胆量，即摆要单手。杨公主，应该放开。免讲，安那，你唔敢哦，你唔敢出招哦。小公主，你若是唔将伊放开，我是要相炮这款啊！我唔惊你，我知影你唔敢。杨公主，安怎？参见金童贤主，多谢金童贤主。陶太祖，我唔是陶太祖，你以前所看的陶太祖。只是王母娘娘将我的形体用1000年的拳头所化形的我，我唔相信，唔相信是你的代志。李洞宾，来，将地主拍开。是。杨公主，我终于将你收服啊！赶紧救我！是。
村民已经解决，弃村的村民等你来解决。我将保单交予你，保单伊会帮助你。这天生有情，无情无心，修道之人，沐浴之功，有情之缘。金洞先生，李东斌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爱会记，保单你会好好照顾伊。是。多谢金洞先生。无欲即公，有情即缘。无代，咱来去。多谢先生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你客气。无代，啊？敢若剩一宿了。是啊，村一宿，还阁有一村的村民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这害啊！李东斌，唔知太白金星教导有失婉言，此村的村民已经治疗完毕。是四村的村民已经移离好旧石宅三村。真好。玉皇主啊，已经收入地主之中，弃村的村民自然就慢慢恢复正常。多谢太白金星的开示。只村这片的灵药，你紧摕去，这因为恁阿公食太上老君的七星丹，只会当维持7天而已。现在只剩1天，你赶紧转去。无代，我会紧摕灵芝转去，互阮阿公食。啊，我咧。无代，金洞先主的命令帮助我来医治四村的村民，如今算起，应该算是功德圆满。我实在真甲你感激。无代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袂记甲你讲。你对我好，我知影。也毋过天庭以上规定，修道人是袂用成家的，所以尽摕两难。我明白公主你的意思，你一心求道，我唔敢拖累你，只怨叹无担命苦，我只好自生自灭。李东斌，天生有情，无情无心，修道之人，沐浴之功，有情之缘。李公主，我等可惜。无代，无代，我袂用互你自生自灭。你跟我倒转去，咱以后再搁拍算，吼。外口那空气舒舒的，叫我爽快。娘，像迄这几天哪无听鸡伫咧啼哈？有啦，阿爹，鸡逐日嘛咧啼。你甲骗啊！阿爹，阮哪敢骗你？我知影啦，恁一定的时阵吼，行鸡啼啦，经过已经6天啊啦。你若互我听到鸡啼，就是搁过1天，所以惊我烦恼，就将遐鸡掠掠去抬啉对。无这款。无啦，阿爹，无这个代志啦。阿公，东边的。东屁啦，东屁，阿公，东屁，孙姨倒转来。孙姨已经找到千年灵之后，倒来互阿公治病。
是讲自古人生谁无死啦。咱人啊，心安平静是上好啦。这个灵芝药吼，我想拿来给恁老爸老母食。无咯，好了，阿姐，这应该你食才对，赶紧来调你阿爹，调你阿公。是。想怎？哪会无去？啊？胖见无去，胖见咯，胖见袂要紧，胖见就煞啦嘛，袂要紧，这要紧。无蛋，你真是讲，你是毋是药王子？灵芝药是毋是你摕去？毋是，我毋是药王子，我是保单，我无摕灵芝药。阿娘，伊毋是药王子，伊是真真正正牡丹姑娘。灵芝胖见甲伊无关，我搁想看觅。保单故事。牡丹，阿娘，阿爹，我知影灵芝胖见伫咧啥物所在，我紧来去摕。啊，好。公主，我跟你来去好无？咱紧来去。公主，刚才灵芝无胖见。咱紧摕转来去化工食。好。行。李老妹，你若想要救牡丹的命，将灵芝药摕来交我。对。李公主，阿公较要紧，你莫管我，你赶紧转去。李老妹，你若想我恁老公较要紧，摕牡丹是阮两个人的哦。等下。哦，灵芝药我好你，你该放开。牡丹，牡丹，你有要紧无？牡丹，不要紧，你摕灵芝药去阿公食，紧。牡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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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袂瘾死，你较有元气的牡丹，你袂瘾死，牡丹，你袂瘾死，你还较有元气的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解救你，咱先转来去。牡丹，敢讲咱两个人前世无缘，今世无缘，来世也无缘心。牡丹，咱即摆愈飞愈高，你毋知迄寒吗？牡丹，你回答我，你讲话啊，牡丹。阿爹，你今仔日精神真好。色时无限好，只见黄昏时咧。阿爹，当兵随时就会倒转来。唉，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代志，咱也袂用去等候伊啊。阿爹，来，搁啉一喙。免，我想讲出来外面行行咧。哎，阿爹，我看你。免，我甲家己行，家己行。牡丹，你先好好休困，咱家己倒到厝啊吼。牡丹，若是等你厝的时阵，你需要爬起来吼，你需要精神吼，牡丹。今仔日天气真好啊！爹，我寄来一只药，互你坐好无？哎，免，出来外口就是要行咧，哪有搁坐几工啊啦？阿爹的精神敢若愈来愈好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生离死别。阿爹，咱莫讲这好吧？你点听我讲啦，其实人生是只有生
你无迄落事变啦。这是要安怎解释？夫妻手足之情，有平分散，天地一统啊！这就是生啊离啊。人若死啊，若毋是拍落阿片地狱，就是天上极乐的世界。唉，我如愿一生毋捌做亏心事，可能会叫我拍落阿片地狱才对。阿爹。妮妮，是，你若会当学阿爹立身处世，我相信咱伫个极乐世界还阁会当见面啦。阿爹，你明明知影我一向唔敢违背阿爹你的教训。这就是人生的生离啦，无迄落死别啦。阿爹，好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当兵大概连面赶转来。也你也莫怪伊啦，伊是一个天庭的东华使者，所以也袂你讲不是咧挂讲，也袂你讲是大人啊。是，我知影。阿爹，天气较冷啊，我扶你入来内面休困好无？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太上老君赐我护身丹，已经甲延寿36天，我已经真满足啦。食用无限好啊！在这个所在看一把光景，说一把公鸡，心情啊叫我愉快啦。李东斌的阿公是去看到什么物件？伊的病敢若会当拖到今日？李东斌敢会赴转来救伊阿公？也阁有爸母丹去互清风甲高金两个人拍死，伊是毋是会当搁再活倒转来？请各位观众明仔载继续收看李东斌。你呀你，要求要散散去，如今你何必搁再搁甜？亲像你一款满满心。你唔通讲出嘴，迄阵予人伤心的代志，你顺的空嘴是永远我袂变，亲像伴。